艺师吼，咱王艺明先生吼，咱这个念歌吼，国宝级的这个周定邦先生吼，这个为经念歌吼，这个真有这个研究甲成就吼。咱这个台湾文艺的这个主编吼，徐俊洲兄，咱这个是一个主编林如凯老师吼，台湾文艺这个。编辑组的吼，甲咱即个真重要的咱台南的作家吼，陈正雄老师咱是即个现场吼，搁咱即个台语诗人吼，贾安通老师，还搁有济吼，是咱像台湾罗马里协会吼，咱伊犁老师吼嘛，甲咱即个咱台湾罗马里协会伊犁老师吼。还阁有真侪作家吼，是毋是外湾这吼？歹势吼，拄则较无看着。咱的台湾笔会重要的作家吼，嘛是咱的画家啦吼。真侪朋友伫遮吼，我想就是讲，咱真望讲会当更搁较侪人配咱做伙来开拓咱台湾族文母语未来的路途安尼吼。时间的关系，咱刷落就是要来甲即个咱的。得奖影片吼，得奖的影片叫做《约得来散步》吼，咱来欣赏一下这得奖的影片。约得啥？还没唱歌回听好无？好无？若是我有100万，我要坐飞机，我要游世界。无介意，还是我另外一条。听着鼓声，约得来心情就开换。卖哦，搁我一条。南无观世音菩萨。菩萨，也是搁我一条。听着妹妹歌口，我就是要散步，就要散步，就要来散步。看着妹妹歌口，我就是要散步，就要散步，就要来散步。你的脚踮咧，你的脚踮咧，你的脚踮咧，散步的脚踮咧。人看着妹妹歌口网，就是要散步，就要散步，就来散步。这哦，这叫做散步脚网啊，是这空啊？要散步脚网吼。要到咱队啊啦！你莫加做跳无？来咱队啊！你莫安尼啦，紧诶咱队啊！来。要的，紧点啦！来咱队啊！你就跳吗？紧点咱队啊！啊是真样就跳，啊是真样就跳，啊是叫我零跑者。卖算啊啦，咱队啊好无？明仔搁带你出来散步，嘛安尼啦，你搁来去呢？听什么就唱嘛，就搁带你做吼，就搁带你做哈。我是路很高。就搁带你做哈。这个约得来散步吼，真生活化。咱的母语会当应用伫
随时就对啦，吼，甲咱的即个狗仔、猫仔，甲咱的即囡仔嘛共款意思啦吼，就是讲咱会当伫生活上互动所有的状况，拢用即款的语言。吼，咱即马就来请咱的即个制作即个影片、拍即个影片，咱即两位少年的豆仔甲芳芳吼，来分享你做即个影片甲即个得奖的淡薄仔想法，请上台。大家好吼，我是达人啊，就是即支影片制作者。当初会拍即块影片，主要是因为我有发觉着讲，咱虽然讲日常生活中拢会讲白话话嘛，比如讲台语也是客话嘛，但是敢若是当着囡仔，也是讲较古锥的吼，饲的狗仔是猫仔，敢若就会变做故意。我是感觉讲，即件代志是我有发觉着即个问题。所以就感觉讲，若是交家己的狗仔是猫仔，会当吼用白话话来讲话来表达，就是会当伫思考，也是讲日常生活中拢会当练习来讲家己的语言。这是拍即个影片的一个当初的出发点是安尼。大家好，我是芳芳。足歹势，今仔安尼领这个奖，因为我是差不多这2、3天才开始学台语的。拄我好厝内嘛是，搁加一个宠物家人，就是着的，拄好会当互我练习讲台语。因为我通常拢是教伊讲台语，无论是喙还是伫厝内，因为我教伊讲台语就笑我，有时阵我讲毋对，大人会教我笑。我有发现讲，虽然讲我即摆嘛是讲到无啥认真，有时阵嘛踢踢突突，但是若是咱喙啊，通常毋是表达啦，也是讲交流的安尼一直讲台语，有发现讲边仔的人啊，无熟悉哦，毋知为虾米嘛会开始讲几句台语安尼，我就感觉讲，嘛是一个。就是算讲是对咱爸母意，也是讲对咱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文化一个算讲会当尽的一份心力啦，嘛是妈妈拍拼，搁在学习，谢谢老大。感谢咱是毋是就顺续坐伫咱这个椅仔吼，遐咱。刷落就要进行即个座谈的部分啦吼。另外2位座谈者，即个李勇甲阿雄嘛，请上座吼。好，安尼咱你是毋要做伙坐？好。来，咱今日吼座谈吼，即4位吼，也就是2对翁仔某吼，这是真古锥的2对翁仔某吼，2对的即个特色无共款，咱等来豆豆来看因的即个伫台语的实践，甲台语家庭即方面的一寡想法吼。咱是毋是就是针对即个拄好你这抑搁继续啦吼，就是咱的芳芳甲达人吼，咱是毋是就开始来？分享是安怎即几天要开始来实际写台语，搁要来用一寡无共款的趣味方式来鼓舞大家来对台语有趣味吼。甚至最近嘛有一本咱算做2位作者一个写一个话即个新册即个新册叫做《台语原来是安尼》吼。即本新册这嘛是恁的作品嘛就是即本真趣味的即个册咱今日嘛拄有机会伫遮所以等下若是听因讲了有想要爱即本册这在书城嘛有啦则会当来请2位作者来现场签名者安尼好，安尼咱先开始即个达人甲芳芳的部分，来是无达人先讲好大家好，我是即本册《台语原来是安尼》的作者。
当初会出这本册是主要是即个原来是安尼是，当初我咧教阮太太，就是我牵手拍拍的时候读者。当初伊是无法度交阮庄骹的时代啦，就是阮阿公阿嬷、外公外嬷，算讲交流啦。当初我就感觉讲，就是开始来教伊讲台语。自开始甲伊讲台语，较知影讲哦，原来就是足侪物件，较开始接触着讲原来是安尼，就是我家己感觉讲，原来台语阁有白话字啊、罗马字啊、汉字啊，阁有足侪系统的物件。这是阮两个开始接触着台语，正式了解即个文化语言了，才会知影讲原来有遮侪物件，会当来学习。所以较想讲，因为这本册严格来讲，伊毋是算一本台文册，伊是华语的册。但是就是要想讲用图，较趣味、轻松的方式来引领讲一般读者会使讲。先来看讲台语的趣味，较来接触着像阮两个共款安尼来去接触着台语其他的文化，阁有知识。来，我请你回读者来讲。各位先拜，各位老师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啊，因为其实我的名是香香啦，其实台语这个香字应该叫香香。但是胖胖这个绰号就是以前读册的时阵姊妹安尼号，想讲用甲嘛顺顺，所以就直接用胖胖。叫我胖胖，我感觉较亲切啊。亲像头拄阮阿娜达讲的，就是开始交往的时阵我是原本袂晓讲嘛，无啥会晓听。其实阮厝。我原本是伫高雄大汉的，阮爸爸伫厝内嘛是讲台语，阮妈妈是客家人，但是足惭愧、足歹势，就是两种爸母话我拢无学。所以到大咱开始交往的时阵，嘛纯粹就是一个文化觉醒，所以就是讲要来开始将这咱的爸母语捡回来。拄好嘛是伫2011年的时阵看到迄个魏德胜导演的《赛德克巴莱》，虽然讲伊内底拢是讲赛德克语，但是毋知为什么上下两集看了，我就感觉讲，这是咱的土地，这是有，就是因为嘛有一种讲法是讲，咱其实拢不是纯种汉人，拢是平埔族的。那咱迄个祖先较早祖先爸母仔的语言已经失去了一遍啊，所以这爸母语我袂当搁失去啊，所以就是讲下定决心要来慢慢将伊捡回来学。就是慢慢学的时阵我就回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阵有一个教哲学老师，伊就讲较早中国的学者哲学就是在形容人那个情绪是做侪物件，其实有很多程度，比如说快乐的乐是什么。即摆台湾人拢无拢扁平化，情感拢扁平化。迄时阵我嘛直接想讲，对，扁平化可能是因为城市化，是讲因为科技软体。但是开始将爸母语捡回来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其实毋是，其实是因为重点是因为咱的爸母语失去因为咱讲即摆台湾的国语。比如说很多形容词，它就是比如说你帮我拿这本书，你帮我拿这本书，但是台语有讲你帮我摕一个，还是讲你帮我较重，还是册较重，你就帮我摸一个，就是它的讲法有足侪种的。所以我就刚开始画讲妈妈二，有足侪词，就是妈妈开始讲，开始感觉讲，其实咱即摆若是讲有在用爸母语在讲话的人。他的情感程度其实还是可以很丰富的，对所以到后来就开始感觉讲有的台语的词，真正就是，因为我开始学的时阵是先听那个台语的词，就感觉讲这个写调足水的、足古锥的，问答人讲啥物意思，知影意思了后，就是讲有一个冲动，想要将伊画下来记录起来。所以才开始产生，咱就是讲来出这本册。虽然讲内底的用字可能不是讲真正就是有，就是可以，可能
有足侪讨论的部分，但是咱是想讲，至少先将内底的事记录起来，因为内底的事真正是，感觉我拢感，因为我是拄啊学尔，我拢感觉讲真正是台语的宝贝，就是这个宝藏真的就是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嘛会感觉讲有的人，就是好像可能听同雄讲的话啊，好像会受到中国的影响，比如说年轻人会开始说。好啊，我立马就到了，还是说，这个东西很火红怎样？那我刚刚讲，你若是语言啊，开始互人影响啊，文化啊是气质啊是思想啊，就是会慢慢嘛影响着，所以嘛是希望讲先将一款台语真正袂歹的事先记录起来，大家其实嘛会当就算讲你袂晓讲台语，就是看内底的事就简单，你嘛会当。就是希望会当伫生活中嘛会当加快用，因为真正我是真正感觉讲足好诶，谢谢罗兰。咱迄个是毋是你用迄个豆芽片吼？嘿，好，安尼来咱，好嘞，先请。咱台湾文化协会吼的秘书陈丽蓉小姐，甲伊的翁婿吼，卢月雄阿雄吼，甲因的查某囝地美吼，今日拢有来，吼咱就请丽蓉甲阿雄来分享吼。大家好我是丽蓉。今仔足欢喜来到遮，歹势因为现场足侪先摆的，所以今仔来遮是绕开一下吼。就是等下讲到囡仔话，先摆莫无欢喜安尼。我甲迄个芳芳共款，我是妈妈是客人，爸爸是荷兰人。毋过较好运的是，因为阮爸爸妈妈算是较坚持，对母语真坚持，所以自细汉就是阮含伫厝内，就是阮含妈妈伊定爱讲客语，含爸爸伊定爱讲台语安尼，所以。所以就是自细汉伫厝内就是两种语言讲安尼。我是1982年出世的嘛，伫阮去缘，其实伫学校讲台语是无罚钱的啦，就是无讲当演挂交牌啊这种代志。毋过伫阮兜是若是阮伫厝内讲北京话，阮爸爸妈妈就会足生气，所以阮就爱伫厝内就互人罚钱。所以阮是无共的迄个经验在伫啦嘿。所以自细汉阮是讲就是两种语言嘛。尾其实迄当阵讲台语也是讲客语，无特别感觉着是就是无感觉是珍惜，也是讲伫推送啊，还是安怎，就是感觉是足自然安尼讲。毋过伫到我去越南，就是有机会去越南读册，迄当阵较感觉讲伫国外，其实你会感觉台湾人做伙的时阵讲台语，较是真正有感情的语言。而且若是你拄着啥物困难啊，你会感觉互相用家己的语言在讲话的时阵，较是有力的。嘛会感觉着台湾应该加做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尾就是阮即马从事的工作，就是出版社，阮拢是出一寡就是台湾母语的册，或者是一寡台语，有台语的翁仔册，是讲台语语境的册。嘛有越南，因为阮先生就是阿雄是越南人，所以嘛有出一寡越南的册。像这本是，就是比如讲，阮这本册设计就是有3种语言，就是第一句迄个有星星遐就是越南语，下骹是华语，边仔就是台语。所以其实逐工就是拢伫即种多语言的环境生活，阮拢无特别感觉着外口毋是安尼，就是拢感觉就敢若讲母语，家己母语是足自然、足正常的。一直到地美要出世的时阵，就是阮开始烦恼着讲要安怎教伊即个母语，因为无希望伊就是后摆是袂晓讲的，敢若会晓讲华语。因为阿雄的台语，伊虽然是读台湾文学系，毋过台语嘛，嘛无讲介好，但是对伊来讲，伊华语是较惯习的语言。所以，就是阮都有向阿雄约束，就是讲阮不管安怎伫厝内，就是袂当讲华语。就算迄个台语阮袂晓讲，譬如讲有诶事可能湿纸巾啊啥，袂晓讲，阮可能就讲你摕迄个来，迄个安尼，就是莫甲，就是我互地美听着湿纸巾，也是莫互听着一寡事。有诶时阵真正是因为阮家己本身较早可能讲母语诶时阵嘛是伫
因为伫厝内讲嘛，所以毋是逐种情形拢会讲着，可能拢是较简单的。啊，其实含朋友之间嘛是会欢喜较济，啊兄弟姊妹私底下可能嘛是欢喜较济。敢若爸母伫的时阵是讲台语，所以迄个就是词汇其实是有限的。啊，所以到囡仔出世了，就会感觉足侪事阮拢袂晓讲。啊，因为好佳在即马是，因为地米是伫屏东，互阮爸爸妈妈骗，啊，所以就是含我细汉同款，伊拄着阿婆，就是阿嬷伊就爱讲客语，啊含阿公伊就爱讲台语安尼。啊，毋过一礼拜若是阮转去厝里一工，阿雄就含伊讲越南语。啊，一开始阿雄嘛会足烦恼，讲安尼敢越南语敢伊敢学会起来？结果其实囡仔吸收的能力是足紧的。因就是一礼拜，阮讲了，可能想讲后礼拜转去一定袂记一啦。结果其实伊阁会记一，就是一礼拜尔，就是一礼拜中拢无甲复习，其实因拢记会起来。因为可能因即马足细汉，所以其实因学是足自然的吸收。啊。拄则我感觉旁边有讲像台湾人，敢若看到狗啊是囡仔，就是自然讲华语即个现象啊。我感觉带David出去是真正足明显的。David就是后个月的2岁啊，阮就是为伊细汉出来出去到今，无一个人主动含伊讲台语，一个拢无哦。逐个人拢含伊讲华语，啊，就算阮来讲，伊敢若听有台语也是客语，伊听无华语，伊嘛是，伊可能讲2句。嘛是尾仔嘛是会讲哦，你好可爱，还是讲你几岁？啊，所以David拢听无。啊，所以这个我是感觉这个现象真正是足奇怪的，因为就算阮甲人提醒啊，人嘛是继续讲因的华语，可能是一个足歹解的一个惯势。嘿，啊，佫有另外，阮感觉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学龄前的刊物啊，就是因为咱可能有一寡台语的册是为国校开始，就是有一寡教材。问题是伊国校进前到伊会晓讲话这段时间，就是0岁到可能5、6岁，其实是找无台语的资源。啊，所以这点阮感觉是足无彩，因为阮摕到一寡就是认知图鉴啊、啥物啊，我掀开，阮拢袂晓讲，足侪事阮拢袂晓讲，可能是花的种类足侪种嘛，是讲树啊，是动物，简单的阮会知影，其实足侪阮拢袂晓。啊，毋过这点可能越南语就无这个问题，因为越南语伫越南是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嘛，所以因无像台语有长去，也是讲有，就是一寡事已经找袂转来，还是讲该去查，或者是阮可能查了，感觉足难的，台语讲可能嘛无人听有，会互阮烦恼讲安尼到底敢是爱去教伊安尼讲这种讲法，还是讲着爱迁就变做华语，所以这是阮会较烦恼的所在。啊，所以阮因为去年拄有一个机会去社区大学，就是学画图，所以我嘛有甲，就是有画一寡，想讲家己来画一寡故事，囡仔故事来互第二看。啊，我含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本册是，因为David足介意的，这本册伊就无去啊。David啊，就是这个故事是讲，就是因为David无机会去过越南，就是到即马2岁还无机会。啊，阿雄嘛会足烦恼，伊对越南毋知敢会有感情，或者是伊敢会感觉越南。就是因为若是台湾久啊，可能会感觉越南的一寡观念会互台湾人影响，所以阮就是有画这本册互David。David，你要看一个。David看。啊，主角是David含一只猫仔，就是阮兜的猫仔叫阿拜呀，安尼。啊，就是因6岁时阵，阿拜呀吼，因6岁时阵做伙去越南的故事。啊，就问David者，David 是啥物人？阿公吼，阿公边仔咧。爸爸。无爸爸。David 这是啥物人？阿婆吼，这是David。这是啥物人？这咧。阿公伫遮，啊，这是啥物人？阿拜呀，这是这是啥物人？这是啥物？哎，David 吼，这是伊惯势的人，啊，伊看到就足欢喜，伊感觉是伊的故事安尼。啊，这个故事就是阿公，就是叫阿拜呀爱陪David去越南找因阿嬷，啊，所以因就做伙出发。因为伫这内底，其实阮就是放一寡，可能是阿雄对越南的一寡记忆啊，啊，可能伊用越南语，就是我讲的时阵，我就用台语讲，啊，阿雄讲的时阵就用越南语讲，就是2种做伙互伊学习。啊，伊就感觉足欢喜，因为家己出现伫内底嘛，这是越南的，伫河内的厝拢足水的，大家拢是彩色。啊，这是就是越南的肉粽，越南的粽啊，粽，若是就是David含阿伯也爱坐车去找阿嬷，想爱就是因为阿雄因兜是伫山顶，爱坐8点钟的车，嘿啊，所以阮拢会惊David后摆可能会惊，所以阮拢一直甲讲，讲爱坐8点钟哦，爱足久的哦，啊车顶阿伯也会困哦，安怎，啊David就听了足欢喜的，嘿，啊
到就是拄则是因为要去阿雄因的因兜的时候，会先经过一庄，迄是因的少数民族的一族的领，会经过迄族，经过迄族了，就是差不多8点钟了，会到阿雄因兜就是森拉，森拉是迄个所在名，所以嘛是自细汉就互地米听着森拉，就会感觉迄是一个足亲切的所在，毋是等伊大汉较早，可能即马就一直互伊听着即个所在名。啊，森拉就是拢有迄乐卡厝，就是高脚屋，迄是因的一个足面迄个风景安尼。啊，来最后就是地米就是看着阿嬷，找着阿嬷安尼，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啊，毋过阮咧想讲尽量用各种方式，互囡仔会当伊伫较细汉，毋过可能伊吸收母语也是吸收爸爸语、妈妈语的时阵，是伫一个较快乐、较自然的环境。我先简单讲到遮，等下交互就是交阿雄。大家好，我是阿雄哈。歹势，我尽量讲台语吼，若是无就讲台语，我就用迄个华语讲吼。啊，我是原本10档以前来遮读册，读现代迄个大分所吼。啊，毋过我之前是伫越南的迄个越南的越南荷兰国家大学中文系，所以我原本来台湾之前，我已经会晓讲中文啊。啊，毋过我伫越南的时阵，我是好佳在，我有熟悉一个教授啦，对我做一个启蒙的迄个作用，所以我才了解讲台湾毋是大家拢讲华语。因为我是伫越南的时阵啊，我中文系所有的迄个老师啊，拢讲华语嘛。啊，台湾人伫越南嘛讲华语嘛，嘛无主动讲伊毋是中国人之类的话，所以其实对阮的迄个为中文系毕业的越南学生啊，拢对台湾这个语言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的清楚，说台湾是讲华语的，那没有完全唔知影是有一个台语，还是客话，还是原住民话这个问题。所以这我足感谢主办单位吼，有这个机会，互阮会当伫遮讲话，嘛会当甲大家就是提册一点啊。若是你有机会出国，一定跟外国的朋友说，台湾其实还有很多种语言，因为你们是台湾的那个使者，你们是代表台湾的形象。那如果你在国外已经没有帮台湾争取一个机会的话，那是台湾人是永远不会有机会的。就像我们永远是在中文系的世界里面呢，老师说是台湾是讲华语的，那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然后台湾是讲华语的，那台湾跟中国是完全没有两样。所以如果有机会，尽量好，那然后我是很感谢那个当初就是就带我来台湾这边念书的老师，然后还有我来这边了之后呢，跟他还有他的战友参加很多推动母语的活动啊，包括去抗议啊，或去争取那个推动母语的资源，或者是为了母语台湾的母语，包括台语、客家话跟原住民就是争取很多公平的平台。那因为参与那些活动之后，我才开始领悟到说，其实我在越南其实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有母语失去母语的可能危机的对象。因为我在越南我是泰族，但是官方语言是越南话。当然是跟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是越南话，其实是不算是一个外来者带来的语言，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泰族语跟越南话都是我的自然的母语。那跟台湾这边比较不太一样的是，那个华语当初定出来是国语，所谓的国语很好笑哈，所谓的国语的这个概念是被定出来是会讲中文的人的比例是比其他的语言
低很多。可是相对在越南的话，定出来是越南语是越南的国语啊，我们也叫国语啊。那个时候越南人是占86%，所以是非常的合理。可是跟台湾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那因为我是收到这些就是台湾这边的那个母语运动母语运动的那个一些启发，所以也很感慨的，对自己也很感慨。不知道刚刚李阳有没有讲到说，我小时候有一个有关母语跟认同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笑话。无啊，安尼我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啦。我差不多国校的时阵国校那个一年级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跑回家跟我妈妈说，妈妈，今天有一个泰族人啊，他讲话讲不标准。我妈妈就笑出来说：“你也是啊。”然后，因为我们从来在家里是，因为我爸爸比较早过世，所以我妈妈没有对象讲泰族话，所以其实我一直活在一个讲越南话的环境中。那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是无形中是认定我是金族人因为我讲金族话嘛。我没有意识到说我是泰族人，虽然是每次我写名字，我的名字跟其他人的金族人的名字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知道，没有发现到而且还笑人家说人家讲不标准的一个越南话，金族人的话。那我妈妈就是跟我讲之后我那时候才开始我是泰族人，后来我也不敢笑人家了。而且我又是那个班上的班带，所以又更不敢说话了。可是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笑话，那其实对我来说，那个事情当我跟那个我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然后又在台湾就是认识那么多推广母语的老师，他们一直在这个环境中一直为了台语、客家话、原住民做那么多就是努力啊。那我也觉得说，我可能也应该要对越南那边的泰族有一些交代。那所以有机会我有跟 David 讲一些，可是因为其实我也是那个食量也有限，那我只是认清说我也失去了我其中一个母语。就是泰族语而已，那也是觉得很可惜。那现在有机会回越南，我也是尽量找那些教材来补充。那希望还来得及。好，那我因为是有这些的认知了之后呢，我觉得在家庭里就是维持母语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更重要的是让小朋友他有一个认同。所以当初我太太画那本绘本我们故意在里面有放很多越南的文化的东西，就是包括那个粽子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路边的那个墓碑路碑路边的路牌，或者是我们的高脚屋，那完全是阮的迄个文化。那互囡仔即马若是看到迄本图就会知影是，这是阿嬷迄边的所在，阿嬷迄边的语言，阿嬷迄边的迄个物件，阿嬷是安尼好。那我们在家里呢，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了之后呢，所以我们在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呢，我是尽量是用越南话来跟小朋友讲，因为我们想说，在台湾这边至少也要知道说台语，台语学法若是搁较好，就是原住民的话过来就是华语。那华语以后伊若是去读册，一定会晓所以阮无烦恼这个问题。那阮是想讲，互伊较自然的环境接受迄个台语甲客家话、客话甲越南语这个3种语言的环境，所以
一礼拜一届，我若是转去屏东，因为伊是伫屏东嘛，转去屏东一定是甲伊讲越南语。若是伊已经学着若是一个物件哦，亲像迄个伊讲迄个话娘啊，伊讲爸爸，迄个客家话也是敢是有客家话爸爸，我一定是佮补充一个，就是讲目睭嘿，就是互伊知影说，甲对爸爸讲话是一定是讲目睭即个词嘿。爸爸才会晓，才会捌伊会要讲啥物，好，那其实呢，我们是因为有这些的想法，所以我从大概是7、8年前就开始在台湾这边去推广我们越南的文化的东西跟越南的语言。那有在很多国小担任那个母语的老师，嘿。那这个也是我的幸运那我也是透过这个管道，把我们进口的越南的一些绘本就是推荐给那些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觉得说新住民的小孩他们其实跟台湾的小朋友是比较有优势，可是他们比较缺乏资源。那特别是缺乏资源是包括就是从那个妈妈或者是爸爸是外国那方的书籍或者是影像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利用那个短短的上课的时间，就是介绍假如是介绍越南的那个民间的故事我也是快速的讲而已，然后。因为我们上课每节课只有40分钟，那其实新住民小孩他们就是有这个好机会，但是不一定每个小孩都是专心坐在那边听你讲话。